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7月30日公视台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李登辉前总统昨暗7点24分以逝中时，伊的遗体火化了后，会安葬伫五指山军林公墓的特分区。蔡英文总统第一时间表示对李前总统追思的心意，日本首相和美国国务院拢有赞扬李前总统对台湾民主的贡献。早起检察官搜查陈超明等等6个现任也是前任立委的办公室，范围包含国民党、民进党，还有时代力量。观众朋友，李登辉前总统昨暗7点24分伫台北荣总病院以逝中时。院方表示，因为李前总统已经食到98，本身佫带几款慢性病，住院过程中反复感染，引起败血性休克，体内器官才渐渐失去机能。总统府也表示会全力办理治丧的事项，家属讲会尊重国家安排。李前总统的遗体火化了后，会安葬踮伫五指山军人公墓的特分区。那首先要跟大家宣布一个非常难过的事情，就是我们敬爱的李登辉前总统于今天晚上19点24分离开了我们。30暗时，台北前总开记者会，宣布前总统李登辉过身，享其寿98岁。由于李前总统高龄98岁。本身又合并有多重的慢性疾病，抵抗力弱。在他这一次住院的病程当中，有174天有反复的感染，最后因为败血性的休克，合并多重器官衰竭。警方指出，因为已经使用上强的抗生素，所以家属讨论最后备调呼吸器。医疗团队副召集人林永雄强调，李登辉伫昏迷期间，依然以眼神看到干查某孙的相片甲影片，身体非常耗弱，他仍然眼睛能够以眼神看着曾孙女的照片或活动录影带，非常有神的目不转睛，跟着活动在转动。我们医护的同仁看了都非常感动不已。营总表示，李登辉所有亲属赴任参问会，查某囝、新妇、查某孙拢伫边陪伴。政坛各界表达哀悼唔甘，总统蔡英文伫面册表示，这是国家真大损失，也表达上深哀悼甲唔甘。各指示府县全力协助家属办理丧事。总统府秘书长苏家全31早起要开治丧工作会议，根据了解，会比照各种规矩，尊重家属意愿，甲基督教仪式办理。30暗时10点外，为替由礼仪车队送去怀温堂，暂时并存。营总移灵处白色灵堂，府院会伫台北宾馆设追悼处，开放悼念时间各另外通知。记者综合报道。即阵台北营总也已经有伫院内怀孕堂设临时的灵堂，社会各界真侪人士拢会去祭奠致意。现场的情形，咱请记者洪敏珍来甲咱说明。敏珍。是国情乡，即阵记者人伫咧北部阳明总病院外口边啊，即个怀温堂的门卡口，现此时李前总统的大体就安放伫咧怀温堂内面。今日透早各界是有真侪人士行脚到来到遮向咱的民主先师李前总统致意，包括咱的现任的监察院院长张博雅和前国策顾问黄群虎也来到现场，咱先听一段黄群虎的访问。我甲李总统斗阵已经50冬以上啊！伫伊身边，我真正会感受到讲，伊对台湾这个土地一步一脚印，安尼要甲建立一个这个民主自由，还佫有一个主权，佫有一个台湾要伫世界徛起一个真有尊严的国家。除了政治人物行脚到来到现场以外，才有一寡民众今日透早也是来到现场，要来向这个李前总统说多谢，感念伊为土地、为台湾的民主贡献。不过因为现场呢有真侪警察伫咧管制，所以民众只会当远伫咧怀温堂的外口来向李前总统致意。南面宋楚瑜宋主席也会来到现场，伊的车现主席已经来到现场，南面有啥物上新的情形，咱会随时向民众来做上新的报道。先把时间交转去给主播。感谢敏珍。
李登辉前总统后事的办理会照英国做法，由蔡英文总统落去派任治丧的要员。早起总统府苏家全秘书长也已经有调集治丧的工作会议，经过和家属讨论了后，决定要设灵堂，请各机关团体唔免动员去参加追思。咱等下来听总统府这边面上盖新的说明。考量李前总统对国家贡献卓著，声望重隆。那么因此，依照国旗下半旗实施办法规定，那么总统决定自31日，也就是今天午后，各级政府机关、学校实施下半旗3天，这是到这个礼拜天，追思告别的当日降半旗1日。同时，也因为希望缅怀李前总统的国人朋友众多，为了让国民各界朋友可以追思缅怀，那么总统也决定在台北宾馆设置顾李前总统缅怀追思会场的追思处所，并指示从明天上午10点开放至8月16日止，开放时间为每天上午的10点到下午5点。蔡英文总统伫咧昨暗第一时间就表示追思的心意。伊讲李登辉是民主先生，因带台湾经过恬静的革命，让台湾成做台湾人的台湾。陈水扁前总统是讲李先生台湾的主张会永远留在正人心肝内。另外，马英九前总统嘛发表声明，感谢李登辉前总统对国家的付出。李前总统是世所周知的民主先生。在全球化风起云涌的时代，他带领的台湾以民进革命的方式走出威权，迈向民主。在其中，他也确保了台湾经济体制的健全与繁荣。民主奇迹于是变成世人记住台湾的一个方式。前总统李登辉过身，总统蔡英文第一时间表达哀悼。伊讲伊是民主先生，带领台湾行出威权，走向民主。李登辉对台湾的政治影响真大，各界拢表示哀悼。把其用形容做感情好敢若像白仔囝的前总统陈水扁，知影伊死去的消息了后，表示伊家己是真悲伤，规暝拢无法度困。形容李登辉就若像是台湾这只民主之阵的老村长，即马伊的本影已经看无啊，未来要靠大家团结，做伙向前行。真的非常的难过，甘唔甘？但李前总统不仅是一位非常卓越的政治家，也是令人亲近的宗教家、哲学家。若是伊敢会前往悼念李登辉，陈水扁是表示，家己还搁伫咧保外的状态，爱看李登辉伫咧提点，该当家保庇。前总统马英九是发声明表示，李前总统对台湾民主化有伊的贡献，随亡落人了后，政治理念发生真大的转变，也是感念伊对国家的付出，嘛相信历史会有公正甲客观的评价。行政院长苏贞昌受气迄当年大日去政坛的时阵，李登辉也是省主席，嘛感谢李前总统这一生的贡献。看病榻旁，都看出他心系台湾。今天责任于眼，我们看到李前总统了不起的、精彩的、动人的一生，感谢他的贡献。针对李登辉的身后事，苏贞昌表示会配合总统府的专案小组来运作。31早起已经由总统府秘书长苏家全召开治丧工作会议，根据了解，会以各种法的精神来办。总统府嘛规划开放台北宾馆来做民众追思的场所，不过详细时间还搁等待公布。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的媒体拢有报道到这件让人真唔甘的代志。中国国台办是表示讲有接到消息，按官方的《环球时报》是发表文章，大力的批评李先生。总是日本首相和美国国务院拢有赞扬李前总统对台湾民主的贡献，讲伊是因两国和台湾往来重要的力量。还有美国在台协会 AIT 嘛降半旗致哀。降半旗哀悼，美国在台协会 AIT 嘛发声明，文中称呼李前总统是民主改革的先行者，
确定美台伙伴的关系基础，对未来世代影响是真深。美国国务院是用国务卿蓬佩奥的名义发出正式的声明，表示哀悼，讲到台湾头一个民选总统李登辉结束独裁的统治，台湾因为安尼迎接经济发展、开放、搁法治的新时代。俄罗李前总统伫个12年执政的期間，推動真濟項重大的改革，讓台灣轉變做今麥的民主燈塔。李登輝総統は日本と台湾の親善関係、友好増進のために多大なご貢献をされた方であります。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讲，李总统是台湾自由民主人权等等普世价值，甲基础拍好在的人。伊对日本有真特别的感情，日本国民嘛对伊有真好的印象。台湾的民日本 NHK 新闻伫李登辉过身的第一时间，就报道伊为着台湾民主化是真用心、真拍拼。逐则新闻拢讲到伊是真有名的亲日派，而且报出伊访问日本的资料画面。日本と台湾は運命共同体です。日本驻台代表专入台，伫个人面册搭乌白相片哀悼，内底有写着李登辉称赞讲的“我毋是我的我”。专入台称呼李登辉是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农学甲哲学家。讲伊家己要是少年外交官的时阵，就想要甲李登辉请教，想袂到即马心愿无法度实现。也若甲李登辉嘛有私交，称呼伊是台湾爸爸的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伫个人面册转发新闻写讲，家己是为李登辉的分数顶学着领导能力，甲政治应该爱有的模样。英国驻台办事处嘛表示，为台湾800年代戒严时代到96年完全民主化的过程当中，李登辉扮演真重要的角色。后面媒体大部分拢写着李登辉对台湾民主进步的贡献。也若中国的反应，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是用万用信息回应讲，伊已经看到消息啦，强调台独是一条行袂通的绝路，佮讲任何的势力都无法度阻挡统一。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批评李登辉的作为是以出卖民族利益的人，会去用定伫的历史建校条顶馆做标题来发表文章，指出李登辉是台独教父，利用大篇的文字攻击伊的个性。《环球时报》总编辑吴锡进伫个微博的文章嘛批评李登辉，讲伊用畸形的民主，互台独啉毒酒挤喙焦。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一个上新的消息，早起台北地检署指挥调查局的人员去搜查国民党立委陈超明、廖国栋、无党的立委赵正宇，还有民进党的立委苏振清，甲前任丹东山立委徐永明立委，因证人伫咧立法院中兴大楼的办公室。这条案的贪污治罪条例方向落去查办。检察官大动作搜查陈超明等6个现任也是前任立委的办公室，范围包含国民党、民进党，还有时代力量各党派，也已经扣留大批现金，怀疑讲这是送来乌洗的汇款。按算冤案，专案小组就会将牵涉买收民意代表的业者、各立委者的被告移送台北地检署审问。今日早起也是高雄市议会议长补选，国民党派出连任4届的议员詹丽燕和民进党的张胜富议员对决，两边拢有实施甲级动员。国民党的李乾隆秘书长阁特别落南坐镇，市议会现任65个议员招拢有出席当票，买手詹丽燕也摕到过半35票，顺利当选议长。也正手选择国民党高雄市议员詹丽燕，摕到高雄市议会第3届议长补选宝座，以35票过半票数胜过民进党推出的政党团总调张胜富17票，顺利保住国民党议会议长宝座。成为倾听民意、反映民意、落实民意、符合市民期待的进步议会。高雄市议长再起补选，因为那2党席次拢无过半。无党团结联盟的4席将做左右局势关键招数，其中3席第29表态支持詹丽燕了后，最后1席亲民党籍市议员吴益政也伫投票正式去表态。联盟有3+1嘛，联合那时候我们就有约定，大家能够同方向，能够投票。那这个是我们一开始的约定。等一下就要投票了，我们一定会团结，表现出我们国民党的团结。两位市长候选人拢支持那亚候选人，民进党团是伫投票进前集体行入会场，象征团结一致，支持党团提名候选人。有没有信心？有。加油！现
这摆高雄市议定补选也被看作是国民党主席江启臣的保卫战。国民党秘书长李乾龙一早就入南坐镇，除了保住主席的民主，是不是让高雄市定补选候选人李美珍带来更加侪帮助？外界拢在看。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社会各界真侪拢有发表声明来表示对李前总统追思的心意。台北市高文特市长就讲，李登辉先生是时代英雄人物，伊毋但是政治家，也是铁学家。国民党这边民新北市侯友宜市长是表示感谢伊对台湾民主的贡献。江启臣主席是讲，李先生的功劳也是过失，都要留予历史去判断。前总统李登辉过身了后的过长工，伊的遗体还阁平伫咧台北营总。前家己市长涂省德、甲台北市议员陈建明透早就去致意，咱若专工为桃园来的民众，搁早伊的相片，嘛有民众直接拍伫咧涂骹跪拜，感恩伊对台湾民主的贡献。当省主席的时候，我就已经有注意到他了。那后来他一步一步的走，对台湾的民主贡献实在是太大了。很疼惜我们，那我当然是想要来看看。台湾的政坛人士嘛拢表示哀思的心情。台北市长高文德毋若30暗时第一时间去台北营总表达哀悼。31阁特别录影片，讲李登辉是一个时代英雄人物。我相信，在台湾的历史上，李总统就是一个时代的英雄人物。李总统不仅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一个哲学家。其实我接触的很少，不过台湾民主的历程当中，我也是见证人之一，所以感谢他为台湾民主的贡献。捌得到李登辉公开表扬是10大模范公务人员的新北市长侯友宜，嘛感谢李登辉对台湾民主的贡献。不过，李登辉捌是国民党的党员，在咧推动台湾民主的过程当中，和国民党的党内有无同款的感受。针对这点，国民党主席江启臣认为讲，会尊重每一个人对李登辉的想法，咱若好歹都来互历史来评价。这一些不同的阶段，对于不同人，其实都有不一样的感受。那当然就会有不一样的想法跟启发。那当然他的功过等等的，这应该留给历史来做评价。我说我可能想要念法律，他就微笑悄悄说很好很好很好。对我来讲，他是非常和蔼的一个长者。国民党立委蒋万安想到过去甲李登辉的互动，也若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是伫咧人面前笑脸伊。讲会永远怀念伊讲过的话，民之所欲，忠在我心。不过，新党发言人王炳忠却伫咧人面前铺文讲，总算死的大字，认为李登辉的旧时代已经过去，也引起争议。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早起，卫生福利部陈时中部长来到新德县参加身心障碍福利服务中心开幕的典礼。讲到李登辉先生过往，陈部长也讲确实唔甘。台湾如今是失去这个时代一个伟大的人。没有讲，大家都觉得也非常的伤痛。那李雄是时代的巨人，也跟台湾也真的给台湾很多。但市长部长表示讲，台湾失去这款伟大的人，确实让人真遗憾。另外，现场也问起讲，当咱是毋是开始咧面对第二波传染症特别摊开？但部长也讲，第一波的疫情根本就还未结束。对上李登辉前总统对台湾的贡献，1999年伊还阁在任的时，就讲出一句：台湾和中国尚无是特殊国甲国的关系，这也引起当时美国、中国和咱三方面情势的变化。自落任了后，李先生也再三咧推动正名制宪，鼓舞台湾人的意识，也望讲台湾的名会当行入国际，真正和人有坐徛。赖清德几多遍伫公开场合讲，家己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2019年3月决定要参加民进党内总统初选，专程去拜会前总统李登辉。所以我今天也有跟他请益治国之道。这边拜访外界解读是伫咧寻求李登辉的支持。虽然李登辉无明确表态，也过人看做伫赖清德的心中，李登辉对台湾独立的定位有一定的影响力。1997年，迄当阵的台湾第一任民选总统李登辉推动修宪动性，被解读是台湾独立。那这省费的还附带的是，就是台湾独立嘛？因为中华民国的寄托的地方就是台湾省。李登辉迄当阵定定出国，推动务实外交，希望带台湾行登去国际社会。
不过中国从来就无放弃打压台湾的主权。1998年6月，迄当阵的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伫上海讲出三不政策。美国无支持台湾独立，无支持一中一台，无支持台湾加入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互咱外交更加困难。We don't support independence for Taiwan. 不过李登辉对台湾是独立国家的定位依然无改变，甚至伫公开场合正强硬讲，台湾甲中国的关系就是特殊国家国关系。2000年总统大选，台湾政党轮替，台湾团结联盟成立，李登辉被封做精神领袖，斗相共徛台。国民党撤销李登辉的党籍，甲李登辉正式分裂。国民党的党员实在是应该惭愧，被骗了12年都不知道。证明就是停止使用已经无存在中华民国，改用台湾界限。甲迄当阵的总统陈水扁最近推动台湾正名运动，李登辉无做总统，掩国伊的台独影响力颠倒增加。李登辉退位了后访问日本，也佫引起中日关系紧张。日本政府置中日关系于不顾，同意李登辉访日，是对台独分裂活动的纵容和支持。李登辉积极为台湾正名出现走总。2018年4月，希罗岛联盟成立大会，要号召选民支持，争取以台湾之名加入联合国。迄当阵56岁李登辉也亲自到场，推动台湾正名，敢若是李登辉一生的志业。伊有强烈的本土意识，有人叫伊是台独领袖，不过伊无安尼认为只是在地台湾人，认为以台湾之名存在才是唯一的重点。呼吁大家啊，从现在开始一步一脚印，拍拼宣传。记者综合报道。虽然李登辉前总统受人肯定讲是民主先生，不过伊未踏入政治进程所读的专门科是农业。1968年，伊摕到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农业经济博士，担当台湾省主席的任内嘛，喊出一句“8万农业大军”。到近来这几年，也搁伫咧下心城引进日本种，要培养出台湾本产的好牛。前总统李登辉去美国康奈尔大学读册的时阵，伊甲因夫人詹文惠就住伫咧这栋厝内底，这嘛是真侪康奈尔大学留学生聚会的所在。伊伫咧读册读3年，博士论文互美国农业经济学会选做年度上好的论文，这嘛代表伊这方面的专业。卸任了后的后期，伊嘛有去培育台湾好牛。他是很有热情的人啊，那时候讲到农业问题、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啊。他都这个慷慨啊激昂啦，充满着那个少年人对农业发展的那个创新。这树哦，真特殊啊，后林牛、后马牛啊。李登辉会当讲是农业经济专家。1943年，伊20岁的时阵去日本读农经系。1952年，摕到中美基金奖学金去美国研究农业经济。过当年回国了后，小连续伫咧农林厅甲农学会食头路。1965年，伊去康奈尔大学读农业经济学，3年就毕业。1981年，洪任命做台湾省政府的主席，提倡8万农业大军。因为自细汉看到做事人遮尔辛苦，李登辉真替因抱不平。加上高等教育的学校受到历史老师严建勋的影响，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甲讲中国的历史、农业经济，成做李登辉研究的目标。Welcome home。1995年6月份，李登辉访问母校康奈尔大学，这嘛是头一届提出中华民国伫台湾的国家定位，互台湾成做世界关心的焦点，嘛互两岸的关系变甲冷冰冰。1996年，李登辉选调中华民国第9任，也就是头一任的民选总统，而且伊对台湾的国家定位嘛愈来愈坚定。啊，甲大陆的关系要安怎维持？哦，台湾有真简单啊，台湾就是甲大陆的关系只是伫特殊的国甲国的关系，对不对啊？李登辉这的话引起中美台3方面拼场甲紧张的情势。2000年的总统大选改变台湾的政治版图。迄当阵的国民党主席李登辉，成做败选大家攻击的目标，大家拢叫伊爱落台。甲党主席职务失掉的几个月了后，台湾团结联盟成立，李登辉互因合作因的精神领袖，就安尼甲国民党避面，甲民进党较亲近。有人讲我李登辉你那个上变哦，过去是安怎？啊，过去中华民国的总统，即马咧中华民国的要终结中华民国，
迄个拢是无思想咧讲话啦。黄河做民主先生的李登辉对台湾国家的定位讲话是真直接，嘛敢讲，去互形容是台独教父。无论中国安怎抗议，无论外界安怎议论，伊也是伫伊理想的道路，啥物拢唔惊。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捌去予国民党提名参选台北市长的黄大洲先生，还有亲民党的宋楚瑜主席，人拢已经来到台北英总欢迎堂的现场，要来祭奠李登辉前总统。咱当来听宋主席现场的谈话。哀悼之意，特别请李夫人和她的家属能够节哀。李总统是栽培过我的长官，我在李总统在担任国民党主席的期间，他任命我做国民党的秘书长，我全力的在李总统的指导之下，来推动台湾的民主宪政改革。在那一段时间，李总统授权我全力的负责跟党外的沟通工作，所以我在李总统的指导之下，负责跟民进党的黄信介主席、秘书长张俊宏先生，我们共同的会商，然后决定来顺利的召开国事会议。我因为是秘书长，我不仅需要来全力的协助李总统顺利的完成国事会议，而且还要跟党内的各。就亲像宋主席所讲，台湾伫李登辉先生的手底，对极权专制行入民主的时代。总统落任了后，依然关心政治，嘛捌去过美国访问，也捌去日本行大交拜。到近来这几冬，真侪政治界的精英甲头人，依然也是拢会专工去探访伊，请教伊的见解。2007年，前总统李登辉84岁，搁一届去日本。伊讲这有可能是伊上后尾一届来，想要顺续去甲因大兄拜一下。60年前伫高雄，伊要去出庭要去菲律宾的时，有翕一张相，迄张相甲真阵拢无看到，伤济我流目屎呢。落尾来全国新社参拜，李登辉是后更低，总算完成一件真侪年的心愿。2000年落任总统了，这是李登辉第3届来日本，算毋是上尾届。台湾正名讲啦，要继续推动无？好。2018年95岁，李登辉第9届来访问日本，出席Okinawa战时台湾人战亡者慰灵碑刻碑仪式，而且发表演说。伊捌伫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留学，甲日本的活动真济，嘛去互当作是亲日派。每一摆去日本，一举一动拢互两岸真敏感。当然，2005年访问美国嘛受到关心。伊无做总统了后，更较积极来宣传家己的信念，台湾的民主要互各界拢看到。现在啊，足自由，敢讲话啊，所以愈来愈少年嘛，对不对？封号做台独教父，毋过李登辉强调讲，家己毋捌主张过台独，因为台湾已经实质独立，若是这种独派风格，嘛叫人当作是台联党的精神领袖。2018年主张台湾独立，正名入联的希洛岛联盟成立大会，李登辉亲身出席。咱也应该放下一切的偏见，团结一切，用台湾的名字做出全世界。和台湾搁一次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对台湾定位，李登辉的立场真清楚，伫咧台湾的政坛嘛有影响力。毋过年会有较少出门，变做政治人物拢会来翠山庄拜会，甲伊请教。卖伫咧人面册顶悬，抛出甲李登辉做伙翕的相片，像讲郭文泰这张相片，嘛互人想讲伊敢是想要参选总统。他说你做的不错，是哪方面做的不错？没有啦，就是人家是鼓励的话，人家也是客气吧，就说啊，就喝他嘴啊，那我们到时候谢谢。总统蔡英文嘛捌真侪届亲身来翠山庄拜会李登辉，上尾一届是替98岁李登辉来接受。拄龙经联合出发的李登辉行向政治路，台湾伫咧李登辉的时代嘛拄威权行向民主。伊捌是共产党的党员，嘛是国民党的党员。即马伊用无党籍的身份，也是伫咧台湾的政坛有一个真重要的地位。记者综合报道。
相信李先生的心内一再就是咧望咱的国家会当正常运转，日日向前。咱过来讲，虽然教育部针对论文照抄的问题，有提出8项设施要来改善，不过私立学校产业工会当时列出国际统计的资料，说明讲对2012年开始5冬的期间，台湾互人查到造假讲有经过审查，买手煞着爱撤销的学术论文是全世界排第2济。但工会提出8项建议，望教育部着爱加重刑罚。国民党高雄市长候选人李美珍论文抄袭风波，和台湾学术公信力搁一届受到讨论。私立学校工会引用国际人士论文提高监视统计，2012年到2016年，台湾涉及伪造审查的国际论文，共提高的有73篇，数量是全球第2，敢若比中国较少。看起来是居全球第2名，仅次于中国276篇。学者形容台湾已经是学术诈骗的国家，比如讲一篇论文，挂几个作者的名，或者是论文生产的方式，都敢若生产线，摕到上千万经费计划学术界资深学者，找资深的学者，或者是请博士后研究员大量生产论文，拢是学术界真正看到的现象。最常出现的就是写一篇论文，为了要让它发挥比较大的效益，跟别人挂名共同作者。我挂你，你挂我。从论文计点数来说，变成通膨，我们的学术的这个价值通膨2倍。李美珍抄袭事件发生了后，教育部推出8大措施控管，包括大学若是无处理好势，就会加减招生的名额。不过私立学校工会认为讲，规定也是伤过零，因为安尼嘛提出工会办的8大建议，要求教育部应该爱强化法制，增订刑责来惩罚作弊的人。教育部早起举办国立大学校长交接典礼，国立中山大学针对李美珍的风波，各一概做出回应。违反学术伦理的，大概送了3位外省委员。第2次的这一个学术伦理委员会，我会邀请当事人、指导教授跟学生。这一个来做说明。中山大学校长陈英尧表示，李美珍的论文差不多会伫1个月来完成审查，而且会请当事人，也就是李美珍，也有伊的指导教授进行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关心讲，新台票换美金近来是升达真紧。但机械工会也出来主张讲，这已经影响到出口的产业。在因咧看过去3冬内，新台票和韩国钱的竞争力前差已经有10%去了。经济部王美花部长嘛承认讲，新台票一直升达，有影会造成传统产业的压力，必要者伊来替业界开声来反映。日子继续入来台湾，新台票起的情势是欠佳，尤其台湾是出口导向的经济形态，新台票伫真短时间以来快速升达，已经对台湾的出口产业造成真大压力。这近3年的话，我们大概增值是9%，那我们竞争的国家大概就是贬值的1% 左右。同样的东西，它是可以打折、打9折就可以卖出去的，所以整个出口产业它的竞争力就直接就被人家砍了10%。郭伯希表示，会当理解汇率牵涉国际局势，不过说嘛是产业的重点。像讲，伫咧过去3年以来，新台票甲韩元的竞争力已经前差10%。目前新台票的汇率伫咧29.5块左右。政府若是记载新台票继续升达，针对厂商外销的竞争力来讲，绝对是一个问题。台湾的整个经济情势热，然后那科技很热，那确实是会冲击到我们的这一些比较传产要外销，那压力很大。那我想我们会来了解这个状况，那怎么样适度的来反映这个问题。王美花表示，即马这个阶段日子拢入来台湾，确实对出口外销的传统产业造成压力，会伫咧适当的时间向央行来反映汇率的问题以外，经济部嘛当地积极推动智慧机械产业，过去4年已经投入150亿，后续斟酌经费的加额补助，透过智慧机械的发展，和传统产业伫未来会当更较有竞争力。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讲，彰化县和美镇顶站有先宣布要加分600块的礼金，予镇民开用。过来花旦乡的代表会嘛通过，乡民一个要分1000。虽然新港乡这边也有提案，不过是去予代表会拍倒转去。但彰化市的林世贤市长就讲，和美镇长先开声讲要分现金，这已经是造成财务较安顿的乡镇市大大的困扰了。红记价100块钞票摆满桌顶，彰化和美镇长阮浩杰提出宣布，
发放每一个河米顶面600块的定金礼金，为了刺激消费，中华关减码定金，各样的乡镇发现金给民众，不过无发现说压力真大。你讲哦，伫现场发哦，非常大家拢真欢喜安尼啦。觉得不公平啦。为什么？啊，要发就大家都发啊。对不对？我们是市呢，彰化市呢。中华26乡镇市长的群组，保安乡长公布民众的联署截图，乡民讲嘛真想要摕现金，不过乡长表示，善乡实在是要靠无目屎。山西乡长苏慧俊嘛直接点名，何必定无尊重其他的乡镇长，造成真大压力，嘛想甲保安乡长以及中华市长直接退出群组。恐怕会造成其他乡镇财政比较困难的乡镇很大的困扰，所以觉得没得讨论，所以对，应该是要大家充分讨论了。目前，伫咧河米店已经发放每一个人600块，活动项嘛将会伫8月中发放每一个人1000块。而成功项嘛拍算捐赠，所以代表会好决。而暂且无要捐赠的保阳乡表示，因为财政压力真大，彰化市甲山西乡拢表示钱甘愿开伫地方建设，不过因为受到真大民意压力，嘛表示退出群组。而成为正牌河米店长阮厚觉表示，财政是经过审慎的评估。乡亲来反映说，是毋是公所有法度来甲阮下车斗相共，做较少无要紧，甲阮安尼加减弥补一下伊的生活，安尼。阮厚觉表示，地方的财政是经过甲代表会讨论，经会去考验，联络问其他乡镇的社会福利，嘛无一定拢有到河米店来参详。原本比预算引起论战，应该来解决目前无结果。记者中华采访报道。咱国来讲，本地今年10月，全国就要去换新的数位晶片的身份证。但内政部是宣布，因为武汉肺炎咧拖，时间会搁前。啊，毋过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这个团体早起嘛出来讲，这张数位的身份证确实有资讯安全方面的问题，影响人民的隐私权。下礼拜因就要对内政部提出集体的告诉。拒绝常规EID。挂口号提标语，抗议内政部强推数位晶片身份证 EID。民间团体伫2-3礼拜之内，目前全台60多回关告，下礼拜要向法院提出集体诉讼，对内政部提告保护人民应该有的隐私权。我们要的并不是内政部口头的承诺，跟我们说这个数位身份证有多安全有多安全。我们要的是白纸黑字，你透过立法的方式，明确的告诉我们说，这个数位身份证是什么事情内政部能做，什么事情是内政部不能做的。民间团体表示，内政部2年来强推数位晶片身份证过程当中，一直认为无需要制定专法或者是修法，早就已经被外界质疑，违背户籍法规范目的，也侵害大法官释字第603号所保障的资讯自主权。而且这案件特别公司中华电信，以投资的子公司，承接真侪中国系统工程，佫可能产生治安问题甲国安危机。这么多宝贵的资料，如果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骇客来偷，台湾挡得住吗？我们台湾已经有太多资料外泄的案子，各个声音我们都听到了，然后我们会更加精进，然后会把它做得更完美哈，然后就往前走哈，再继续往前进。内政部长徐国勇强调，数位晶片身份证原定今年10月全面来发，虽然因为疫情关系延后，不过目前政策未改变，一切依法行政。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2站中部的消息。今年头一阵热带气流的扰动，可能下礼拜就会加大阵的雨水来影响台湾。为着了解各地头防灾的准备，水利署头一站就来到云林。云林县府也表示讲，抽水站水门拢已经发到好势，嘛将100只机动式的抽水机宣传伫咧熬淹水的地区4边了。为着要视察防洪准备的情形，水利署官员来到云林虎尾滨河地方池视察。今年测接完工的滨河地方池，蓄水量51万立方公尺，相当于425座游泳池。完工后，希望当降低虎尾市区出现淹水的情形。这51万吨，假如不是蓄积在这边的话，它的下游就是虎尾社区。这虎尾的都市计划区，所以不在这边的话，这些水都会经过它的安平郡的一个导水路，就是会到旧市区，然后会造成市区的一个防洪的一个负担水利署表示，今年6月、7月拢无风台，但根据气象局资料显示，在南海地区现在有热带负压产生，预估8月2号到4号可能会带来大雨量。水利署展开各项防汛准备，第一站就来到防汛的重点区域云林县。
大家要提高准备，做好防汛的措施。那我们也希望，各县市政府啊，大家也能够一样完成这个准备，将我们整个抽水机啊，将整个防汛设施啊的这个妥善率都能100%。我们在河川上面哈，如果有瓶颈地带或是有阿尼沙淤积的地方，我们是要进行事先的一个清淤了哈。那整个的滞洪池本身哈，整个水位要放到最低的哈。公防部表示，因应可能大雨侵袭，目前县内已经完成各抽水站水面的准备工作，并将100台大型的移动式抽水机，以保容易淹水的区域。另外143台，卖随时机动调度来降低淹水的灾损。记者为您报道。早起，台中市这边举办大脚车四线四角体验的活动，让民众了解讲，要尽量和大脚车保持安全的距离。根据交通部台中区监理所的统计，今年正月到5月，有67个民众就是因为大脚车挖内底角的警察，也是四线四角遭遇车祸，不幸来过往。骑伫大车看袂到的死角究竟有偌危险？实际伫教师座面顶来体验，至少有4个点是完全看无的恐怖死角。左前门这边，很多骑士都喜欢在这边乘凉，这边是最危险的。还有正前方，正前方是看不到的，你可以黄色那个区块是看不到的。还有这边。真正是看无，报税教师李善表示，就算讲是搁较小心，搁是有死角。阿嬷带着孙仔出来散步，如果想要避日头，车门边的所在是非常危险。让他先过，对，不能过。大型车八道边地面上所显示的黄色范围，就是看袂到的死角。台中区监理所指出，全国有64个人死伫大型车、行人、机车、脚踏车车祸的事故，比去年同期加了5人。如果道路的实际状况无法度保持甲大车车长宽一个车身的距离，就要避免你看袂到的死角，或者是保持1公尺以上的应变距离，以利教唆双方关于保障。中央嘛在建议修法当中。大型车的内轮差视野死角，这个的话是死亡车祸的数据还是最高的。这个交通事故的判断是内轮差或者是视线波及，然后不能就责的话，我们最近也跟交通部长林佳龙在讨论，就是说是不是我们有一个安全的基金，或者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补偿措施。去年10月16号下昼，台中市发生了沙石车弄死祖孙的意外。一台沙石车路口侧弯，弄到共向的机车，造成机车技师祖孙2个人卷入去车底来死亡。今麦相关单位透过宣导的活动，提醒用路人甲大车保持距离，嘛特别针对年长者加强安全教育，避免不幸一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咱搁倒转来追上李登辉前总统对台湾所做的种种。李登辉先生49岁迄年受到当时的行政院长蒋经国提拔，开始行入政治，捌做过台北市长甲台湾省主席。1988年，蒋经国伫咧总统任内过身，李登辉副总统接任，过来一手推动总统直接民选。到1996年，台湾人总啊头一遍真正有法度家己转票，决定要由什么人来做咱的总统。穿着日本传统服装的这6岁查甫囡仔，就是前总统李登辉。伊是伫台北3支出世的，细汉经过日本的统治，考到真好的在学成绩，除了到日本去读册，更加对台大农经系毕业。后来则佫到美国的康奈尔大学去读农业经济博士。等来过来了后，李登辉和当时的行政院长蒋经国提拔真侪国民党员，从此李登辉结束伊的学者生涯，伫49岁接任政务委员。对于接任政务委员开始，李登辉摆脱原先在蒋经国面前敢若甲坐1/3的椅仔，时时刻刻拢爱真小心细致的外界印象。无到10年时间快速崛起，从政治路对政务委员到台北市长，再到台湾省主席，并且在1984年获蒋经国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1988年，蒋经国过身，李登辉接班，依法继任总统，并且代理国民党党主席。当时的李登辉对着蒋经国的任位行礼鞠躬，非常哀伤。我想每一位同志和别人一样，心理上有万分的痛苦。1990年5月20日，李登辉在真侪政治强敌的包围之下，也有2换总统的局势中，成做中华民国第8届总统，并且坐稳国民党主席甲总统大位，宣告李登辉时代正式来临。
回顾李登辉任内改革，那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展开修宪，推动万年国会改选，加台北高雄市长选举，并且完成总统直选。李登辉也在1996年当选中华民国头一届民选总统。李登辉伫总统任内改革做法被看作是带领台湾走向本土化加民主化重要推动者之一，并且在2000年正副总统直选加政权和平转移给民进党，拍开台湾政党轮替民主新页。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啊，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义，民主先生以世重视。小弟郭国正是一个小人物，我有啥物资格去判断李先生的功劳甲过失？无，我完全无。不过我要讲我的体会，我的想法，嘛要来和所有咱遮的观众朋友互相探讨。你敢嘛阁会记得，在你的人生中顶一摆有台湾总统过身是当时？那我是13岁迄年，蒋经国过身。所以国正即当阵要来讲，若毋是李登辉先生一手推动总统直接民选，若毋是这现主席啦，现主席，你即摆咧看的公视台语台电视节目做黑白啦。你讲国政啊，当你是咧讲啥？较少年辈朋友无定毋知，毋过老辈定着一定会了解。无论蒋介石还是蒋经国过身，电视拢改做黑白，你会记得袂？迄当阵我13岁，全国逐4界乡镇市拢设灵堂。叫这各中各下学生都要去拜蒋经国，但即马时代咧变迁，李登辉先生推动总统直接民选，莫讲别项，讲国政啊，少少有淡薄仔研究的台湾歌就好。阿辉爸啊做总统了，台湾歌出一条，陈小云主唱，或者做总统大家有机会。这条歌正就是张宗阳老师所作词的，歌词内底讲古早流传一句话：艰苦头才有看外尾。现代流行一句话：做总统，大家有机会。你甲想讲，英过台湾的总统，第一100%拢姓蒋，第二拢做甲在任过身。但即当阵歌会当唱做总统，大家有机会，毋免去惊讲有白色恐怖的案件来造成，毋免惊讲唱即个歌、写即个歌、流行即个歌，你即条歌会互禁，甚至唱片公司的头家会互掠去审问，毋免。这就是时代变迁，这就是李登辉先生一手推动总统直接民选，对台湾人大大的功劳。今日民主化的时代，毋则讲歌词内底咧讲人甲人咧做伙，毋通看悬无看低，臭头啊也会做皇帝。好野善免怨切，钱是公家的，福气的人用较济，这就是咧表示讲有了人无了，未来代志你无法度料想。做总统变作时代变迁是大家拢有机会。有影经过无几年，台湾真正总统直接民选，阿辉爸啊李登辉先生伫美国康奈尔大学宣布讲，我要竞选台湾民选的总统的时阵，伊发出民之所欲，重在我心。选举中间，伊佫发出一句：你是总统的头家。时代真正无共款咯。过去的总统，台湾人家己无在调选。经过总统直接民选运动的改变，迄当阵社会时代风云变化，议论纷纷，有国民党党内人士出来讲，大家要用委任直选的啦。阿辉爸啊，重的讲要就直接民选，毋则阿辉爸啊，即句你是总统的头家，互伊得到过半数人民的支持，来当选头一届民选总统。咱来回想李登辉前总统12年的任内，有先完成和中国的高往会谈，互两岸的交流开始稳定。1995年，伊倒进到母校康奈尔大学，过当年伊佫摕到过半数的选票，当选头一届民选总统。适当落任政党和平轮替，迄当阵美国的《Time》时代杂志，毋则来称呼伊是民主先生。登辉希望能以最短期间依法宣告终止动员戡乱时期。1990年，李登辉就任第8任总统，也是最后一遍总统间接选举。伊伫任内算是要赶紧进行政府的体制改革，因为当时着统一、苏联解体，台湾也面临民主改革的声音。李登辉先任命霍必川出任行政院长，引起军民感情的争议。外界认为伊行这步棋是要夺军权，伊也甲民进党合作，引起国民党内人士不满，讲伊就用在野力量要排除无共意见的人。
那个时候民进党啊，我想本来是不成气候的，没有什么力量。那么李总统他当时的理念啊，一个民主化的社会，一个民主国家，一定要2党政治。李登辉也是两岸关系正常化的关键人物。1990年成立国统会，通过国统纲领，确立国家统一的架构。伫行政院设立陆委会，由海基会做背手套。1993年伫新加坡进行历史性的国安会谈。大陆虽然大，台湾虽然小，可是我们做下来拿出来的分量是一样的。不过李登辉伫咧接受日本作家索马辽太郎的访问时阵，一段成为台湾人的悲哀的讲法，互人解读伊倾向支持台湾独立。李总统对司马辽太郎的访问时候的谈话，而被对方误读，认为他是一种走向台独的一种宣示。李登辉利用政治手段，自1992年开始，透过国民大会修宪会议，将总统的任期改至4年一任，一当连任一遍，而且确定总统由公民直选，将做台湾政治史的重要变革。1995年，李登辉访问母校美国康奈尔大学，是中华民国第一位访问美国的现任元首。同一年，李登辉发表民之所欲，重在我心的历史演讲，讲台湾已经实现主权在民的理念，也宣布被选第9任总统。登辉决定参加中华民国第9任总统选举。在选举期间，中国大陆俱乐部发动军演，大海紧张。不过李登辉将危机变作选举的利基，凸显中国大陆以军事威胁想要影响台湾的选情。结果，第9任总统大选在1996年3月举行，李登辉摕到54%的得票，顺利连任，是中华民国建国以来第一遍总统公民直选。伊退位的时阵，完成和平政党轮替，也因为推动民主改革，和《时代》杂志尊称是民主先生。记者综合报道。咱话来讲，文学家柯炳鼎捌写过一部台语小说《小红神》，内容就是咧描写府城庙寺内底的神佛安怎样神变仙。小说内底这神明变做有喜怒哀乐、憨憨奸人同款的形象。近来台南市举办找找小红神的活动，就是真正带民众去行小说所提起的庙寺，现场讲古讲过去。对着作家的脚步，伫个府城街路，小红神故事其实就伫咱身边。正天上帝吼，伊在世时是一个台币啦，伊台币太伤济吼，向往刚刚反悔就对啦吼，台币都吼，看白的时候，伊迄长甲高喎吼，就等咧水里，所以到后来就变做蛇精甲牛精。开始会作乱了。大上帝庙拜的先天上帝是小红神故事的头一站。原来文本内底的地景甲神明拢是有根据，佮加入真济民间传说。故事内底作一拢是假的啦，虚构的啦，毋过伊搭虚构了，足有趣味。所以咱读起来，也是讲行起来，感觉讲啊，真是毋是安尼。甲一般咱去庙林讲，纯粹咧看寺庙是无共款的。台南市文化局台语月连续2礼拜举办找找小红神团契的活动。校园对小学生到60、70岁阿嬷拢有，嘛有一定学校老师是带社团的学生来参加。老师讲，因为学生这一冬来拄啊好读过小红神，所以对活动真有兴趣。伊算因创设家己用因家己的角度，过去加还下变成伊的播报的稿子。他走的时候也会介绍说小红神的故事的情节，让我觉得说，就算没有看过这本书，我也大概知道说整个故事的逻辑跟来龙去脉是在城市如何演变这样。柯炳鼎是台南的作家，伊的小红神用府城的庙寺做舞台，写神佛大斗法。因为故事真深实，嘛真精彩，甚至捌拍过电影。今年台南市文化局嘛出版一本专册，请人画插图。故事当中4代魔王丘办的模样，看起来嘛真古锥趣味。以早有造神吼，把人当作神。这本小说上重要所在就是伊把神当作人。
哦，所以呢，生命不是咱想的遐尔高高在上，遐尔哦神圣伟大，伊嘛是有咱像咱人相共，伊有爱恨情仇安尼就对啦吼。找找小红神的文学路线，有传说，有地景，有历史，是认捌咱乡土上好的方式。记者陈家军、赖伟做台南报道。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31度到36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31度到36度；台南、高雄、屏东31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30度到35度；金马、澎湖30度到36度。新闻未收煞，邀请观众朋友来看李登辉前总统一幕一幕宝贵的形影。我是郭国清，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蕉。今仔日我要来讲一项我感觉是近代上厉害的发明，咱大家的生活拢会用到的技术，就是网络。网络汉字写作网络，罗马字写作无红网、罗乌路。网甲路拢是第7条。网络是20世纪尾人类透过电子、无线、光纤这个技术，互资讯流通、分享的科技，亲像一领通光的网仔，伫顶面咱会当去所有咱想要去的所在，路草真通透。要入去网络的世界，咱就要先上网。我细汉时阵，要上网主要拢是用电脑，搁爱先敲电话，听到咧连线的声音，逐摆拢等到你要困去，才会使开始上网。那手机啊是上网上界利便的家私，已经真做是现代人袂当欠缺的物件。像咱会用手机啊上网耍 game。小贱，有时阵一算就掉伫遐几啊点钟。哦，谢谢。啊无就是去真济网站溜溜看看咧，像咧世界共款，要买啥物拢真认真。我看一下吼，啊你看这旧大。买衫有人直播穿互你看，买食的嘛有真济通拣。咱伫网络时代大汉，嘛会伫网络顶面交朋友。不过，要甲网络顶面熟悉的朋友见面，一定要注意安全哦。网络伤利便嘛有一寡歹，像讲变身啊会利用伊来甲人骗钱，因为伫网络顶端会使用假名，有人会偷摕别人的相片，甲人拐钱骗感情，真可恶。手机啊上网这么利便，
意思大家人身躯不时甲炸掉掉，连咧行路、去便所、坐车、行路、去便所、食物件，甚至困袂去的时阵，嘛咧花手机啊。今朝建议大家，还是爱专心生活，较快活啦。溜、网络、光纤、窗光、上网、手机啊、网站，咱逐工一句伫网络顶面嘛会使收看哦，紧分享互亲戚朋友上网学台语。今仔日的逐工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